2月21号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母语日。国内的民间团体台湾母语联盟正在号召各地的店家加入一项活动，就是民众来消费的时候讲母语，店家就给你折扣。而且呢，这个母语的范围包括了原住民语、客语还有台语。说台语有什么好处？只要有消费者来到阮这边来阮家讲母语我给他9折的优待。来消费说台语有打折，不过在很多人记忆里，说台语是要罚钱的。读小学的时阵讲台语就要登记就要罚钱所以就养成习惯。虽然台湾国语还是在讲国语为了鼓励母语周说母语，台湾母语联盟正在号召店家串联，用母语交易就给客人打折，折扣由店家自定。原来讲母语会当较俗用过这个鼓励方式，用过温柔的力量。展出阮坚强的信念，希望会当讲大家来响应阮的活动。不止这家修皮鞋店响应，这家眼镜行老板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。本身父母亲讲母语，然后小孩都不会讲，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台湾母语联盟表示，2月21号是联合国定的世界母语日。这个讲台语小活力的活动是2月25号到3月3号，为期1周，而响应的店家也会贴上这个标志。阮的活动是叫做讲台语小活力，不过阮使用的语言是原住民语、客家语、台语，拢总会通。联盟表示，提升各族群的语言地位，靠学校1个礼拜1次乡土语言教学是不够的，创造使用母语环境应该从生活开始。这个活动是第一步，也希望更多店家能响应。记者许根姿、许正俊台北报道。